政治的消息来关心立法院。立法院三读通过3大法案了后，即马朝野对立是变甲更加厉害。那这个阵营最近拢呛声要甲对方罢免。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昏伫中常会顶悬就表示，尊重民间团体发起罢免的行动，也毋过呢，宪政机关就要先伫合法合宪的体制之下，赶紧找找救济方式。也那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伊是表示，朝野是要答、要相答，还是要和谐，拢伫总统的一念之间。柯总统抛出双罢，是不是党内有一点杂音？我个人是反对这种仇恨式的罢免。洪家伫是党内乌鸦，民进党立委王世坚讲无认同党团总召郭建明提出的要罢免立法院正副院长韩国瑜、甲江启臣，佮有41席国民党立委的讲法。兼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是伫中常会决定好势讲，尊重民团发起的罢免行动，不过宪政机关应该优先伫合法合宪的体制之下，寻求救济。民进党党团在立法院受制于席次劣势，我们可以理解总召与党团同志的感受，但是我们不能退却。同时，宪法也赋予宪政机关行使各种救济的权利。对于公民团体自主发起的行动，民进党皆予以尊重。不过，双败话题传出来，前一天国民党立委赖士宝发声讲，也要发动罢免民进党38席立委，以罢制罢。护党团的总召鲍坤奇亲身出面驳回讲，迄是个别委员的意见。不过传出国民党内部确实有主战派，呼吁应该成立罢免的指挥总部。除了锁定民进党的立委，阁要扩大战线到县市议员的层级。人不犯我，犯我，我不犯人。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民进党已经做了全面战斗的准备，我们就要做好全面备战的准备。我们的态度是备战而不求战，但是如果要战，我们就以战止战。党内或基层蓝营的支持者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些都在我们18套剧本里面去做因应。那也强调讲，会看民进党弹出啥物球来做出相对应的反制甲应用。也那党主席朱立伦也伫中常会了后，甲党务主管甲党团干部开会讨论对策，因为朝野对答愈来愈严重，大罢免的局势是愈来愈瓦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